来看前总统马英九今仔带20个学生做伙去中国访问11天，外界预期讲马英九会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搁再见面。马英九今仔早起伫桃园机场冇发表谈话，咱做伙来听看卖。就是希望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，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，希望两岸交流，避免战争的心声。我们此行既是和平之旅，也是友谊之旅。我已经卸任总统8年了，没有公职，也没有党职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一己之力，推动两岸青年交流，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，累积善意。马英九这抓会去广东、陕西、甲北京访问团是安排初7会到北京哦。马英九敢会甲习近平见面，目前是还未公布，也毋过有风声讲哦，两个人应该会伫4月初8见面。